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聊聊揭示人性的经典君主论。核心一，君主必须学会不善良。一个总是善良的人，不可避免地会在众多不善良的人当中灭亡。因此，想要维持权力，必须学会不善良，并视情况运用。核心二，被畏惧比被爱更有价值。虽然最好是两者兼具，但如果必须选择，请选择被畏惧。爱是感恩。人们随时会因自身利益打破，但对惩罚的恐惧永远不会消失。核心三，给人民面包与马戏 Bread and Circuses。 君主应从事伟大壮举，让人民感到惊奇，用娱乐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这样统治者就可以在幕后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，比如在看球时偷偷征税。最后提醒，选择聪明的顾问，避开奉承者，这个是每位聪明领导者都应遵循的原则。想了解更多统治智慧，请订阅阿冷的书房。